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新南向是得讲系总统蔡英文上任过后，最重要嘅其中一项政策。不过，就算新出民同义工已经系台湾最重要嘅一部分呢，我哋啥可能都冇嘛了解，都睇我哋順後嘅東南亞文化喎。同樣是有許多嘅工業區喺台灣青島產業外籍勞工嘅樣式，了解按度嘅外籍移民義工會去到鄉下。 直至到台灣後火車站變做萬一有東南亞美食嘅假期，睇記者嘅落出嘅2年嚟嘅夢間蘇間團隊，想講台灣人家家都冇乜講起記者嘅，都開始研判發通，想去採聽人認識了解一個東南亞假期。 七彩嘅天后點好天，銀行拿等賣股台上嘅唱歌嘅，我也前列，以從喊得糖到，原來也係愛陪經理幾個用輕鬆嘅卡拉 OK 包廂。大部分如果開小吃店哦，不管像越南店啊、印尼小吃店啊，大部分如果有空間有場地哦，一定要搭配那種投幣式卡拉 OK 哦，不然啊，我們做這個關賣這樣哦，好像划不來。因為又沒吃飽哦。 來吃飯又想順便來，怎麼講啊？享受啊，放鬆啊，放輕鬆啊，這樣。現在有下雨漏水，比較。楊德福係今年嘅行業，3年前屯價位開業亞琴小食店，我也到今年移民過，尋找上愛是家鄉料理嘅世界有益嘅素材。顧客大部分是外勞，小部分是台灣人啊，還有印尼華僑。 長期住台灣的，大部分像禮拜天、像假日這樣都是外勞嘛。對呀，他們去台灣，可能他們都是不習慣，因為他不是租路嘛。我們也沒有租路這樣子，全部都回教的一種，回教都盡是自路啊。我們都是羊肉跟牛肉。 桃園後火車站看那過去有連我接東嘅東南亞嘅店，看板行下位做親係台灣人看唔識嘅事，見到了解就會來求1000搭東南亞嘅移民工。20幾年前了，那時候剛好我們桃園縣工業區很多了，外勞也很多，外勞大部分都是坐火車、坐巴士嘛。如果開在前站的話，房租就比較貴，所以找後站是這樣子。 所以才開在後站，所有的外勞店大部分都在後站。買嘢方式就像台灣嘅吃醋傳統嘅，古菜式係台灣最罕見嘅印尼風味嘅菜，也都如係整飯期嘅價位做嘅。台灣人。 除非是說在工廠有跟那個外勞接觸過的，不然就是說有到東南亞去投資過的，還是有前面玩過的才會。如果沒有的話，都完全不會來。唔會查桃園市也嘅看起來個有東南亞風貌嘅假期，罕得有台灣人回來到亞洲嘅已經2年嘅夢見蘇間，係同東南亞移民工豐富嘅語文空間。 團隊成員仍然開始研判式旅行，希望台灣人能夠了解一個假期嘅配國文化。我們會發現因為這邊的餐廳主要都是服務東南亞移工嘛，所以像你看到菜單或者說各種標識都是用當地的語言寫成，所以一般其實桃園人或者台灣人是不太敢進來這個街區，所以我們希望透過街區導覽或者說文化小旅行這樣的活動。 讓桃園人、讓在地人能夠更熟悉、更了解這個地方，那進而就可以去走進餐廳吃點飯啊，買點東西這樣。當時候，這個圓環是假日外勞聚集的地方。今日係夢見蘇間同交通大學合作嘅課程，我帶領一條學生呢來認識超多身邊嘅東南亞文化。桃南県現帶領學生呢去到桃園車站附近行嘅都會菲律賓商店去。他們都會吃
酸子做烹调的一个美食，像 Sinigang， 它那个就有卖那种粉。那另外他们也会卖，就是他们会吃的那种辣醋。一條學生去到菲律賓嘅店嘅，就像盲食見怪樣嘅，見看見買。那什麼？不太知道，可能看起來蠻好吃。得唔得到嘅係事，日日開來時同朋友分享心得。汽水我覺得蠻好喝的，至少比台灣不會那麼嗆的感覺。那不是奇怪，怎麼會不辣？來到專門賣越南東西嘅店嘅頭前，切切水果檔是係兩日難為有，唔是講賣嘅果子種類口味，如係越南人口味風味。這是沙梨，越南我們台灣話叫沙梨，啊，這個他們也很喜歡吃。你要吃吃看嗎？你們敢吃辣嗎？這個街區的特色就是說，它有很多他們母國帶過來的一些飲食習慣，像台灣就會吃甘草粉或梅粉，那他們是有加糖的一種辣椒，有加辣椒的一種粉這樣子，所以吃起來口味不一樣。那有的還會甚至配蝦醬，對，係啊，所以就很不一樣。也就是呢，東南亞嘅其實地下唔是錯別人嘅，生意健昌行高嘅印尼、菲律賓、越南同泰國四個國家。各種各樣嘅東南亞食材文化，移民工嘅兩日生活形態，也都參加活動嘅盛宴，如學到一道。我們其實平常很少會遇到這些外籍的移工，那所以就是能夠走到這邊，就是真的可以看到他們的生活方式，我覺得蠻好的。像我在新竹火車站附近，其實也很多這種商店，但是就是缺少一個機會進去逛過，可能覺得那個就是一個異地的地方，不跟我生活圈不太相干的地方。然後，但事實上台灣很多這種移工很多嘛，所以我覺得來這邊其實挺好，然後來吃他們食物啊，然後就其實就是來了解一下啦。他們透過很扎實的田野調查，那讓我們可以看到，不只是表面上有很多不同的東南亞的商店，那也明白了他們後面的故事。然後更重要的是了解，就是這些商店、這些地景為什麼會出現在桃園的這個特別的地方，好，然後它跟整個桃園的產業發展的脈絡，跟它的空間變遷之間的關係是什麼？我自己覺得收穫非常的豐富。第二個國旗是印尼國旗，這4個國家一些不同的所謂的台灣漸漸嘅會有60萬嘅東南亞移民工，其中喺桃園市嘅人數一定多。對台灣開放深入外事勞工意識，讓20多年來一定做出團結的無國的文化，一時地帶到一定改到認為其中強下嘅階級導向，未形成嘅台灣文化封建度嘅一部分。我是由大家相互認識同了解，能話係真正嘅多樣同豐富。